他老家没住没送过的吧？他老家没去那多久的？我，快中哎，多对不对？他应该的吧？呀呀，我都打过多几次，老家住没去，走，多我这边，一个我得去的，得去阿边，多人么子人大边，呀呀，呀，多地区继续边，那不是一个对？他多个你的去面那多人么子人多个在起家。你么子你来嘛大姐？你在那多什么技术呢？没啊，过来我给。我这呢，过来可个的。我呀，他电都干咋嘛这边？可不就说啊？我。他老家住的。啊，他老家住呀嘛，他有时他多他这个边。我说他这边。老家住啊嘛，多他知道的，去了，老家就没多少。多那个挣啊？过来我给。过来可给哎，啊老家去那个挣啊？过来我没多。过来可没多哎，他老家住你吧，他多你吧？老家住的。他住啊嘛，那就是说多。没。说他多。啊。没。我呀嘛，他老家住个名字了。啊。说他多。多还几多？过来我给你。俺老家住个多家的。老家住的。老家住个，今哪个你不去你呗？老家的你不去现在么对啊？不过大家的么家啊？大家的住个楼的。你哪年不么去干的，但么多钱了？你在老家住嘛呗？就老家，今哪个家的也知道？俺这多去老家住没事，他多都呗，说着。他今晚呢，那看了你不去啊呗？呀，但多把有。我呀，没去把去。你看他电都快走，走。今哪看了你不去啊？今晚呢？